有一個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畫畫比賽，我鼓勵我嘅學生去參加。其中有一個學生跟住一隻兔仔剪紙嚟到畫，勾完咗之後就話俾我知佢完成咗。我同佢講，我一定俾佢0分，既冇構圖，又冇故事，更加冇利用到電繪嘅優勢。於是乎，我舉一個例子，我哋首先要構思構圖，例如剪紙人剪咗兔仔出嚟，兔仔企翻喺台上面觀看住剪紙人。好啦，有咗呢個構思之後，就開始起稿，再用筆畫出清楚嘅線條，掃描成為圖像。喺 Procreate 入邊插入圖片，降低透明度作為參考圖，用針筆去描繪。我哋要利用電繪嘅優勢，填入紙張嘅顏色，開啟圖層，開啟繪圖輔助線，利用對稱繪畫背景嘅花紋，開新嘅圖層。全部嘢要畫喺唔同嘅圖層，方便修改。再喺另一個圖層入邊畫出咗我將要做嘅立體嘅3小兔。同樣白位亦都係分唔同嘅圖層去畫，將3隻小兔嘅圖層複製2次，每一層再加入一個新嘅圖層，選用剪切遮罩，一層填入黑色，一層填入白色，將黑色嗰層嘅小兔向左下角拉，做成陰影；將白色嗰層嘅小兔向上拉，做成光位。咁佢就好容易做出咗立體感。呢個就係電繪嘅優點，人手畫就會比較困難。所以希望大家明白，我哋要利用構圖去講故事，唔好下下都只係跟住個老師所提供嘅方法去畫。如果嗰個畫面值得攞獎，咁即係都應該頒俾個老師。